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先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有一次会当出现遮，领受对你来恩典。恳求主你的心拍开阮的心，拍开阮的耳，也来引导阮的骹，互我若是听，我会当照安尼去行。愿咱的祈祷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新的一季就要开始，第四季2019年第四季要来啊，表示讲今年都是要结束啦。今年年头的时阵，唔知大家有下啥物愿望，总是伫咧读经这项代志。咱若是照教会，咱教会是咧照新安国的读经的进度。若是有照这个进度咧走的人，摩西五经也要读完了。这个月来就开始是最后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申命记。咱对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到第申命记，我们总算出埃及了。这信徒拢讲啊，永远对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就花去啊！因出埃及记进前头前拢真彩，真好看。总是到伫落尾的时阵就开始在讲会务要安怎来起租啦啊，搁利未记，然后接续到伫利未记，搁安怎献祭啦，啥物祭啦看到有够无聊的，所以有个人看到出埃及记就袂记出来啊。看到出埃及记差不多30几章的时阵就无去安尼。这是咱若有艰辛要来爬的人，今仔日感谢主，也恭喜大家已经出埃及，并且已经进到了生命记，也进到了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。实属咱伫这中间一段时间中间，你无法度爬到遮尔暗，有绕高去嘛袂要紧，无需鼓励恁大家若有绕高的袂要紧，对新的开始，对申命记开始，咱对新的开始来爬，因为申命记伫咧旧约，伫咧旧约圣经来讲，伊是一本真重要的册。因为申命记是咧所在描写的，伊就是描写伊咧回顾。因为民数记是咧描写出埃及遐的人，遐以色列人是安怎如何伫旷野安尼漂流。到底申命记咧？到底申命记就是回顾，是安怎要来回顾？为什么要来回顾？因为进前几日礼拜有书讲，圣经嘛有记载，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信徒安怎？出埃及的第一代，因的信仰无够徛无在。因无定稳伫石盘顶，所以呢，因就无法度进入到上帝所应允的迄个所在。所以申命记，伊所讲的对象就是出埃及的第四代，就是这第一代的子孙，因为因的子孙要进入到应允的所在，所以咱就对遮摩西就一直提醒，遮个第四代，恁就爱注意啥物款物件。因为进前恁的阿伯，恁的阿爸，阿母，恁的爸母发生啥物款毋是真适当的代志，所以伊袂当是造成恁袂当能不能再重复同样的错误。所以咱对读申命记一开始第1章到第4章的这个所在，咱就是咱这礼拜所读的进度，就知影讲，申命记头4章拢在回顾进前，拢在讲进前第一代发生啥物代志。今仔这个经文所记载的背景就是安尼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34节，耶和华听见这个话声就生气，手抓讲，这个歹世代人。我断无一个会看见我手抓要审视恁列祖的好地。耶和华听见这个话声是啥物声？就是遐出埃及的第一代迄埋怨的声啦。
在的时阵，因讲，咱是会当找派蛤蟆入入到伫应阮的所在，小偷看者，看迄个所在到底是生甲硬扁的。摩西感觉安那嘛袂歹，所以摩西就甲因答应，对无？咱有读圣经就知影。总是遮的12个蛤蟆转来，有10个蛤蟆安怎讲？其实12个蛤蟆拢讲迄实在是一个好土地啊，葡萄遐大罐安尼吼，啥物树、啥物果子，拢有真丰富的一个所在，实在是好土地。总是有10个蛤蟆，就开始注迄个无好的所在，互因惊的所在，讲遐个人一个比一个搁较大杂啦。像圣经嘛有记载讲，遐有一个王的名床，伊的名床偌大点，伊的名床长4公尺，宽2公尺。啥物款的人的名床会放甲遮大点？4公尺，长4公尺，宽2公尺。所以这个蛤蟆，这10个蛤蟆转来就哇，毋通互野花哪会安尼？上帝哪会当安尼？甲阮对埃及带出来，结果要爱互阮死伫遐吗？因为绝对刣袂赢因。遐10个蛤蟆拢绝对刣袂赢因的啦。所以因就埋怨抵着上帝旨意，感觉讲因就掠家己来最中心来思考，因想讲家己做袂到的，上帝啊一定做袂到。因掠准家己做袂到的代志，上帝也一定无才调啦。所以伊就开始埋怨，上帝你是啥物上帝，甲阮带到遮，要去面对迄种人，哪有可能？阮哪有可能会当刣赢迄种人咧？所以因就咧摇摆，伫咧吵，伫咧闹，伫咧乱。所以上帝就毋准，因遮尔无信心，上帝就毋准因入去到伫应允的所在。除了约书亚和迦勒这2个人，这2个摊仔，这2个大有信心的摊仔，除了因2个以外，无一个通入去。第1代出来，第1代的人无一个人会入去。哇，这啥好啊？这啥惨啊！上帝大想是讲，恁遮的人拢袂当入去的时阵，伊开始紧张啊，哪会当？阮对埃及安尼遮尔辛苦出来，结果阮袂当入去，安尼，因就开始紧张啊。那无啦，好啦，无阮即摆开始装备家己要来去交战。上帝就讲袂赴啊，免去啦，你毋免去交战啦。因为我无要含你做伙去，你去交战，你若硬要去交战，互你会输的。结果上帝安尼甲因讲，因若无要信道，因若无要听，因就硬要去，当然啦，最后即群以色列人硬要去交战的以色列人，最后是互拍甲稀累的安尼。上帝爱互你的时阵，你无爱记；上帝无要互你的时阵，你硬要讨，硬要记。因的无信，直到摩西也因为米利巴水的事件，无法度进入应允的所在。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埋怨、批评、敌对。抵着上帝，这一切已经互摩西有一时仔失去耐心，伊大生气，摩西就以手头的拐挡迄个石盘，互石盘出水。迄个拐甲石盘拢是象征上帝的救赎甲恩典的记号。拐是上帝爱摩西带遐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的一个关联的即个象征，上帝对石盘出水，也是表示伊对以色列子民的怜悯、甲恩赐以及拯救。咱都知影，人会当3工毋食物件，总是无法度但一工无啉水咱有时去病健康检查，有诶检查袂当食，袂当啉水有无？
吼，袂当食，阁会当小滚一下，袂当啉水，迄喙焦吼，迄是有够艰苦的。迄若3工无啉水，可能会死哦，吼，就是会威胁生命啊。像有诶紧食祈祷，咧操练紧食祈祷的人就知，可能你会当40工免食物件，总是你袂当40工无啉水。所以对石盘出水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因的拯救怜悯。当摩西伊大生气，用伊手中的拐讲迄个石盘，摩西这个行动，袂输咧表示啥物？袂输咧表示讲，上帝啊，即等人吼，着袂达伫你的怜悯啦。即等人吼，就袂达伫你的拯救；即等人吼，也袂达伫我安尼无彩工安尼甲伊陪伴遮尔侪年，为因祈祷遮尔侪年无彩。即等人，这群人不值得。摩西的即个动作，伊摕拐仔讲石盘，伊大生气的即个态度，迄当阵。摩西的心内已经失落上帝的同在，因为人的生气无法度成就上帝的意，所以摩西无法度通入去。出来记的第一代和摩西因为失去上帝完全的倚靠信心，互留伫个旷野，总是上帝犹原甲伊管道。今仔日的经文第2章的第70节讲，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咧，你拢无欠缺一项。就算讲你无法度进入到你应允的所在，你犹原伫咧旷野伫咧流，总是耶和华犹原和你同在啊！耶和华犹原看顾因一切需要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无论是环境是安怎，不尽如人意，无论环境如何的不尽如人意，不管你是在应许之地还是在旷野，实使你若愿相信，并且顺服上帝安排，其实已经拢，其实是已经进到了应许之地了。不管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，只要上帝与你同在，你也相信，你也信靠上帝与你同在，那么你就已经是在应许之地了。应允的所在，当然，伫旧约的记载，是一个特别的所在，迦南地。总是伫咱即马新约的时代，要安怎来解释？所以对安尼来讲，咱就知影，伊并不是，它不是指一个特定的地方要我们去，而是只要有上帝同在，并且相信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地方，那就是应许之地。就像咱有时啊讲的是讲啊，伊已经某位人哦。因离开阮，因进是到伫永远外，伊到伫上帝永远所应允的迄个好的所在，无对，总是咱还未上天的人嘞。咱还未上天的人，并无表示讲咱就无得到上帝所应允的所在。有上帝同在的教会，其实就是应允的所在，就是信仰真好的土地。只不过，当咱咧偷看、窥探，像迄11个探仔来窥探教会的时阵，当咱搁较深、搁较了解这个应允的土地、这个教会的时阵，哇，问题就来啊！袂歹啦，这个信仰是袂歹，总是问题嘛真多呢。伫教会内面，有个人伤过认真，伤过认真，啊，有个人伤过凊彩，
有的人非常坚持家己的意见，有的人无啥物原则，有的人一直用家己的角度来看代志，无法度和别人沟通协调。有的人一直咧找别人的麻烦，用家己较强的所在看轻别人较无介尔好的所在。有的人只有想着家己，无想着别人的需要。除了我所讲的遮吼，我想大家心内一定也阁有你看到教会侪侪问题，牧师还未讲出来。除了安尼，除了咱所看到遮尔侪人、遮尔侪问题，咱家己本身阁爱学习耶稣基督的牺牲，阁爱抛弃家己的十字架来牺牲。还是因为，当咱在偷看，台语讲偷看，当我们在窥探，当咱愈来愈了解这个应允的好地，这个教会时阵，咱的信心。搁有剩偌济？咱是迄10个探仔倒一个？咱常常咧讲以马内利的主，常常喊阮三角地地。问题是，咱是毋是一直会像迄10个探仔安尼，一咧偷看，一咧了解应允的所在，就行甲皮喘，起犹豫。怨妒、埋怨，试过去讲一寡互人失志的物件，好的毋讲，歹的试过咧讲，要是像摩西安尼，有时啊大生气，结果有万劫不保，功亏一篑。搁迄才是咱会亲像加勒、甲约书亚安尼，一直我靠上帝，相信上帝，靠信心。得到胜利的人，要是咱是迄份，还无法度分别上帝心意，还伫食顶的囡仔。无论你是属于倒一种人，当耶稣基督，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拢是新的。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拢是新的。咱是因为耶稣的救赎，新的一代，是一群因着相信称做义。互上帝算做义的人，会当和圣洁的上帝重新结连，会当所有的过犯失错，咱拢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算做无罪。咱所有的过犯拢无准算啊！咱即群借着耶稣的恩典，已经徛起伫信仰的好地，蒙恩的罪人。是毋是有意爱我互耶稣搬过家己的困难，搬过咱所看到这一切教会无好的所在？咱是毋是有即种信心的眼光，莫去看教会遮尔侪问题？颠倒，咱爱努力拍拼，做伙将教会遮个无合着上帝心意，遮个问题拢安怎除掉？就亲像上帝爱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，毋若是得到土地那尔，毋若是交战得胜那尔，搁爱将一切上帝所看毋好的代志安怎拢摕掉，一项拢无剩。咱敢有想要安尼？咱敢有想要伫上帝面前就是讲上帝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阮，互阮会当徛在伫即个信仰的好地。阮一直徛在啊，徛伫遮，总是阮遮顶面、遮内面的物件，上帝所看毋好的物件，阮还袂将伊摕掉、摕单掉、清去，总是阮愿意继续努力拍拼。将遮个毋好的物件拢摕掉、除灭、确实，然后咱才会确实得到即个土地，成做咱所有人的产业。牧师伫到过前2个礼拜，到伫美国进修，参加一个研讨会，
这个研讨会是一位宣教师马约翰牧师，也是大神的老师，一个宣教师马约翰牧师伊所发起的，一开始成立的。对2009年到今年10年的中间，今年牧师去是第3摆，第3梯次。马约翰牧师伫台湾宣教20几年这个中间，伊除了对灵魂得救有真大使命感，伊特别对伫牧者灵命对伫牧者的灵性养成也有极大的使命感，所以伊就成立他就来让这件事情，他就发起这件事情，让牧者可以到美国一个营地，然后在那边灵修，在那边跟当地的牧者有一些交流、讨论、做研讨。然后约翰牧师伊这20几年来，一直台湾各所在教会行透透。伊讲伊有发现一项代志，伊讲台湾的牧者拢过劳，台湾的牧者都处在一种过劳的状态，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沉淀，以至于他们常常会被教会的步调拖着走，会被教会的步调拖着走。教会觉得怎样好，但是牧师还没有准备好，还没有觉得 OK 的时候，被拖着走。因为没有时间休息，没有时间沉淀。当咱无法度先内心，先确定上帝对这间教会的心意的时阵，咱就安尼拖行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会发生和以色列人同款的错误。就是上帝无爱你去的所在，你要去；上帝爱你去的所在，你唔敢去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沉淀、休息、祷告，更加的确定这间教会的方向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埋头苦干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。我们也看到很多台湾的教会犯了这样子的错误。然后约翰牧师是上帝差派到台湾的宣教师，伊用基督的疼来疼台湾。这20几年来，伊入考差不多半年还是1年，就转去美国一摆。他回去干嘛？他回去反国述职，因为他的谢礼，他为自己的谢礼募款。他募款的对象就是那些美国教会。他要美国的教会也看见他在台湾宣教地的需要，他要美国教会负担起宣教的责任。所以呢，马牧师他从来没有拿过台湾教会或台湾机构的1分钱。像阮今年年头的时阵，阮有中级的配对会，阮就邀请马约翰牧师，伊就讲，伊无爱和台湾的教会来提钱，因为伊的社礼，伊已经有美国遐的教会来支持。因为伊是为美国的教会欠福音的少，所以伊就安尼做。伊爱美国教会，毋若是宣教，毋是挂伫嘴安尼讲，毋是用嘴讲啦尔，爱实际用奉献来甲你支持。所以，这个美国教会，毋若是长期，这年20几年哦，20几年毋是2年3年哦。是20几年以来，因长期支持马约翰牧师伫台湾宣教的时间，要讲有这10年的中间，马约翰牧师他所发起的这3个梯次跨文化的牧者研讨会，阮即摆牧师即摆去的所有到伫美国的遮大，还佫有上课，遐一切的所费，拢是美国教会的奉献。阮台湾拢总有18个，规台湾，北中南东
也阁有一寡原住民的牧师，阮做伙去台湾差不多18个牧师，阮的一切所费，伫美国遐上课的所费，拢是遐的美国教会支持的。可能听到遮，咱会想讲啊，牧师讲吼，国外的月亮都比较圆啊，吼，美国教会敢若就用就变的就好的安尼吼，是毋是要讲阮见性安怎？毋是安尼，继续牧师要讲，就算讲美国教会互人感觉阁遮尔啊感恩，总是咱伫咧美国的时阵，和遐的牧者咧分享，发现其实美国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。总是因现在因教会内面，有发现侪问题啊。因教会内面，他们碰到的困难真的是不相上下。他们的中生代，那个英文讲有因的中生代，所谓的中生代，就是出社会，已经出社会了。然后到孩子尚未成年，大概是25岁到50岁的这个世代，这个世代因有经济真大经济甲工作的压力，因工作时间愈来愈长，工作愈来愈忝，家庭每一个家庭拢花费囡仔养饲囡仔遮的物件实在是，伊拢承受很大的压力，所以呢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因无法度，因对伫教会，无论是时间的服侍，还是金钱的奉献，他们都没有办法承接上来。照理讲，中生代是要承接，是每一间教会都应该成为每一间教会的柱石，是承接的那个力量。但是他们说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拢若是靠较侪，拢是靠一段老人、老信徒、坚固徛在的老信徒，咧支撑，还是成为教会支撑的那个主力。那呢？这几啊十年来，美国有侪新兴宗教，因为大家无闲嘛，无闲就无法度，无闲来去教会，就家己伫厝内灵修啊。一开始可能是伫厝内灵修啦。即摆网络遮尔方便，啥物牧师讲道，网络一拍开拢会当听。渐渐总是有很多新兴宗教，一些禅宗啊、密宗啊、印度教啊，等等，才会开始进入到美国本土的时候，才会因为起初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无要来教会，遐基督徒也渐渐受影响，因有离开上帝。所以美国教会也无阮所看遐尼好啦，他们也是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咱知影有上帝同在教会，伫每一个世代伫无共款的国家的内面，拢不断经历信心的考验。就算讲这个挑战袂捌减少，就算讲伫遮的宣告。教会本身也有侪问题的存在，总是因为这个教会继续徛在，虽讲因内面嘛有真大的问题，总是因继续徛在，因继续真家己本分找派宣教师出去支持这个宣教师，因为每一个宣教师的背后。是足侪间教会会友的支持，像马约翰牧师，伊若是一间教会来甲伊支持，是阮嘛间教会甲伊支持，20几年来支持，安尼福音才会当传出去。所以讲教会的问题一直存在，总是我阁讲一摆，总是甲因为教会。咱虽讲有诶，上帝所看无欢喜诶代志，咱还袂除灭，咱还袂提走，咱还袂将伊处理好势，总是咱永远伫地。咱教会，让阮建成教会来做袂好啊，因为建成教会不断
断伫这10年来不断伫咧，无论咱这建成教会中发生啥款的代志，总是咱教会永远伫咧。这个福音安怎？福音总是会传得出去的，福音总是会传得出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因为美国教会遐虽讲因有问题一大堆，总是因继续听在，因继续支持遐的宣教师，福音才会当进入到去台湾。百几年进去，敢毋是安尼吗？咱台湾才会当得到这个福音，当咱已经得到福音啊，咱要安怎继续将这个福音继续传出去？兄弟姊妹，信仰的好地伫倒咯？信仰的好地其实就是咱这个圣道上土的教会内面。有上帝同在的所在，就是迄美好应允的所在。咱就要相信上帝外开咱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相信信神催别甲感动。就算讲即马教会内面有互你感觉做失望、失志的代志，就算讲你想讲你的信心一直都无够赢，起起落落，就算讲你一直在犯同款的错误，甚至是亲像摩西安尼，不过是一摆若赢，就前功尽弃，毋管你即马的信仰的境况是安怎，我搁要强调一摆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拢是新的啦。毋若是咱家己新的，咱坐伫咱隔壁的肢体嘛是新的，因为伊嘛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咱毋通讲哦，耶稣只有救赎，我无救赎。我边仔迄个毋是安尼，咱拢总做伙，咱拢是新的人。教会存在本身原本就是充满侪新耶技术。咱若会当成就啥物，拢毋是我靠家己的劳啊。咱拢毋是我靠家己的劳，咱拢是我靠信心、主爱，含阮同在的上帝。教会是一个应允的好地，信仰的好地，咱已经踮伫遮，却还未完全得到伊，还有侪无合着上帝心意的物件爱单调。但是只要咱继续伫这个所在，徛在真家己的本分，真忠伫上帝的号召，结连伫基督。无论咱伫这个应允的土地看到啥物互你惊吓的代志，听到啥物互你失志的代志，咱就爱知影，以马内利的上帝含阮同在，以马内利的上帝含阮同在，安尼，这个信仰的土地就会不断扩大，结连伫社区，结连伫逐个城市，结连伫逐个族群国家。会当互每一个愿意回应上帝人，拢会当进入到伫这个信仰的土地，咱同齐来祈祷。这个上帝，我来感谢你，透过生命记，主，原在有时我感觉家己，感觉是互你弃杀伫咧旷野。总是主，你永远含阮同在。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一直实实在在伫阮的心上无离开阮。当阮面对内心的犹豫，就咧失志的时阵，恳求主你赐阮每一日有明镜、有勇气、有智慧，互阮的软弱变做坚强，好打正直。伫信仰的好地安然徛起，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